公司台语台开台也已经满1年了。我也特别规划一部台语纪录片，叫做《这间厝迄个人》。内容是对台南开始采访大家历史名人，对因在生进前所住的所在，透过镜头甲因的情人描述，来找出因的生命故事。几位病人乌骹病的厝，去到还未到远，就听到这病人哀嚎的声音。查某囝豆豆讲出50年代的台南，伊的爸爸王金和医师，逐日拢为着治乌骹病的病人无用试试。奉称做乌骹病之父的王金和，是这间厝迄个人其中一位主角。另外，阁有延平地带文学代表作家吴新盈，和台语音乐大师吴振怀。振怀，伊对伊的性命可能真清楚。日本时代唯一的台湾籍家长牛刀，阁有早期台南重要的生理人柯宗春，以及南台湾重要的画家刘克雄，当中是这间厝迄个人纪录短片中的主角。透过这次的机会，透过这个房子，然后我们去看到这些人为台湾做的事情，然后台湾精神，我感觉起来是最好的、真感动的一个代志。台南这个所在对这方面上重视，一寡名人有名的人，其实咱足侪人拢唔捌的，但是大家拢觉得伊这人其实对台湾做贡献。台语台台长卢东喜强调，这一系列的纪录短片先按台南去行，未来会继续记录和推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